尊尊、栩栩如生的捏面人有着大大玄机，却难以看出端倪。这是细胶，小朋友吃的奶嘴那个细胶。用熔乳用的细胶创作前所未见，其实是善用它的特性，高温加热，坚固，难以摧毁。哦，所以它真的就是只要加热之后，对，它就可以固定了。加入食用色素，细胶捏面人一样能够色彩缤纷，和传统糯米或改良纸粘土相比，弹性超强。喜欢什么姿势啊，你就做什么姿势。任凭拉扯摔落都不会坏。创作者刘家才靠着独步创作，风靡天下无敌手。我还没有碰到不喜欢这个的小朋友，甚至于大人一样。因为我从幼稚园教到80多岁的都有，还没有一个大瞌睡的。捏面超过30年，1000件以上的作品，刘家才醉心于手中乾坤，欲罢不能。个个我都想留下来，所以人家现在不管出再多钱，我都没有买，每一个都是我的宝贝。创造一个个人物系列，犹如小型封神榜。但身为客家子弟的刘家才，心中还有急迫想完成的文化使命。三山国王是客家的神，义民也是一种自然神，它没有神像，我也准备把它。你的话，现在因为那个材料的问题都解决了，你要懂台中话，所以肉肉嫩嫩都会做。哦，就是变得很大众化，要给懂台中发，古手弄都哈得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少咸宜了。对，流传2000年的传统技艺、历史和传奇，透过巧手和材质创新，得以永续流传。要给懂台中发，古手弄都哈得，要给懂台中发，古手弄都哈得。